每入一个国家，其实就是爱透过文化来做交流。除了咱拄则所看到的这个纸风车的演出以外，昨昏伫布达佩斯，阁有举办台湾日的活动，现场有布袋戏、教轮饼，甚至是包肉粽，要互当地人来体验台湾的文化。 伫咧 NKVN 博物馆的台湾日，也互香港里民众做阵来看咱布袋戏翁仔是安怎人的，做伙以实际体验的方式了解咱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。布袋戏艺术伫台顶甲外国囡仔布袋戏安怎人，伫咧香港里布达佩斯的 NKVN 博物馆的台湾日，是展出侪台湾味的元素。台湾的布袋戏上特殊，第一定的超偶动作，而且有独特的美学。 包括服装、雕刻、音乐，包括你听到北管、北管、南管，拢有参与歌戏、客家戏。他们看到或听到，即使听无台语、听无客家话、听无国语，他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除了布袋戏现场，也互民众体验画面，阁有囡仔咧体验拍干乐。 更较特别的，阁有来自台湾的轮饼、肉粽，互在地民众体验这台湾味。 台湾驻香港里代表处表示，这拢是一种文化外交。咱即届嘛是甲市政府合作做好的吼，因的副市长主办这个嘉年华，文化外交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吼，特别是透过像亲像刚刚纸风车这款，个台湾的最好食的一寡美食嘛是同款。那即届个拄啊好是杭加里因的首都布达佩斯建成150年。老社长表示，台湾伫外国的外交状况确实无简单做，所以台湾需要想空想芳，以一方法来甲台湾的知名度推撒出去，互全世界来熟悉。透过文化的外交，就是一种真好的方式。记者郭文正由布达佩斯报道。